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今日审查就业服务法的修正草案，立委提案要放任80岁以上，也有着癌二期以上超过70岁民众，要申请外籍看护，唔免阁摕巴氏量表。不过劳动部认为，这需要阁和卫福部来讨论详细。 台湾进入高龄社会，明年更加进入超高龄社会。针对进前总统大选期间，敢是取消还是放宽巴氏量表申请外籍看护的议题，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二次摆审就业服务法修正草案，立委就提案放宽80岁以上被看护者，加70岁至79岁得到癌症2期以上的被看护者，无需要 巴氏量表都会当申请外籍看护。有很多家庭，他家里是有体力比较衰弱的这个长者，他不一定有一个特定的诊断。所谓的这个对亚健康与健康长者的服务的多元陪伴服务，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其实这样的话，哈，它可以让它的价格亲民呐。 它价格是会比较亲民的啦，那比起家庭帮佣，其实它所付出的成本，我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不过，联合立委认为，那修法全面放宽，可能会让外籍看护更加会轮做家庭帮佣，而且可能让外籍看护经工作内容，只想要照顾好照顾的轻症者，颠倒排除重度适龄者的申请需求。 是不是大家就又开始去挑工作，最后会变成比较去照顾80岁以上，因为他们自主能力都 OK， 好啊。可是呢，事实上是重度需求家庭的这个贫苦问题就会更加严重。80岁就来放的话，然后而不做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别的话，它确实很可能会造成重度失能者被排挤。现在的做法是希望能够把它进行一个区别化。 就刚刚一块是用多元认定，另外一块是用陪伴照顾服务。可能过去捌发生医师因为拒绝替申请巴氏量表的病人开立鉴定和家属拍案例，何培山强调，目前已经开放失智者、心障者等3大族群免用巴氏量表申请，若要全面开放到80岁，就会当申请外籍看护、涉及长照服务加医疗专业，需要各甲卫福部专家学者充分讨论，审慎建议。记者综合报道。